高雄的爱河边有一个拿道里，里内有一条星梦巷，带大约200户，方讲是卖姜巷。这个巷仔细条阁复杂，亲像卖姜。这送买邮差嘛，常常咧行唔知路，因为早年法规限建，几啊10年来拢无法度开发。在地人讲，卖事是带离的贫民窟同款，讲这甲爱河边的大楼形成正强烈的对比。 行入星王巷，巷仔细条，行到头戆，除了还有买落心理准备，也个会拄着行袂过。要走这个声望巷真的是不容易，像记者进来，这2只手是没有办法完全伸开的，而它距离不到1米宽。这条巷有20外个出口，连邮差拢会导航。邮差来都找不到。找不到。这房舍话拢真久啊，蹲到满4个杂物，就连种老式的碰布啊，拢也伫的。咱爬较悬一点的所在看，无到200公尺的所在就是爱河，这四周围拢是高级的主体，甲这个所在形成强烈的对比。哎呦，这里面还有水。厝顶用纸箱啊咧挡老雨，行入女士住50外栋的厝。 一站只有5、6平，看袂出来灶骹、便所、客厅。伊讲因以前一家伙7个人住遮。讲恁住伫爱河边啊，无人相信啊。无人相信，无人相信。这巷仔大约有200间的住户，拢真老旧啊，因为法规限建，土地产权复杂，居民想要搬、想要拆，拢无法度。希望能开放。 留落来大部拢是老人，这大的环境够歹，伊嘛渐渐接受，只希望有一天会当完成途径，同款住伫爱河边。袂像即马安尼，都好亲像是住伫另外一个世界里。